牧师、各位教会的阿公阿嬷、叔叔阿姨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日学的小朋友杨凯乐，今年4年级。今天我要分享我的见证。我是一个天生就会害怕上台的小女孩，只要一上台，我就会吓得惊慌失措，讲不出话来。低年级的时候，老师要每一个小朋友都上台讲故事，我感到很紧张。后来，我想到主日学老师有教导我们，害怕的时候可以跟耶稣祷告，所以我每天很认真地练习说故事，也跟耶稣祷告。说故事的那一天，我跟耶稣祷告。上台的时候，我终于鼓起勇气说出话来。我心里想说，太棒了，我成功了。我发现克服紧张的方法了。中年级的时候，我参加学校弦乐团，上台表演还是好紧张。今年暑假乐团还要在卫武营表演，现场有好多观众，我吓到脚不停发抖，全身也不停冒汗。在后台的时候，我也是一直祷告。后来演出很顺利，我很感谢耶稣陪伴我度过紧张的时刻。妈妈说我幼幼班的时候上台唱诗歌，都吓到哭出来。但我现在喜欢在主日学唱诗歌，参加主日学让我更认识耶稣。谢谢耶稣每天陪伴我。以上是我的见证，谢谢大家。